境大陸嘅拯救學員等，呢一啲傑出嘅服務例子，充分見證公務員團隊高效、精益求精、以民為本嘅精神。3、2、1，有請。今日我好高興出席2009年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嘅頒獎典禮。喺日常嘅工作當中，凡事都要從市民嘅角度去諗下，以解決市民切身問題為目標。最後就喺努力工作之餘，我想提醒大家唔好忘記注意你哋自己嘅健康，多留時間陪下你哋嘅屋企人。多謝大家。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設有9個獎項，分別係部門合作獎、最佳服務承諾獎、最佳公眾形象獎、專門服務獎、一般公共服務獎、內部支援服務獎、監管及執行服務獎，以及分小部門同大部門嘅精進服務獎。今集會介紹呢9個獎項嘅冠軍隊伍。本次能收咗啦。原來除咗救火救人之外，消防處仲有呢個特種搜救服務。係啊，11月嘅四川大地震，呢支特別救援隊都有去到災區協助當地嘅搜救工作㗎。咦，咁咪即係海外執勤咯？部門精進服務獎，大部門組別。